道，我不知道。2个字，来。没关系，你讲，你用笔的，然后他们看你要讲什么。哦，我知道。喂，你不会看到的吗？讲得出来吧？看到不一定。很强，很强哦。好，那你举手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怎么比？好了，那我不会讲北半，这不是贱人。不是贱人。好，你说。不是另外一个。北巴。不是。罗马。对，你说对了。你会讲中文吗？不会。他刚刚讲什么？来，你讲让球击翻。没有啊。主播。好，来对 ，OK。好，主播对。换谁？来，你指定下一个。谁？那个是谁？闷酒吗？闷酒。哦，闷酒来。对，抽好多。闷酒。哇，可是你拿了对，我都看到了。对呀。你要翻另外一面。我有没有你要怎样他站那吗？我要用肚子打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已经是老的。好，来，他比他。他比这个我不算。你们4个算什么？罗马。学生哦。同学。我们分成什么国跟什么国？国墨。对，OK，对。国墨。好，你指定很久。有的厉害。快！这个很难哎，有，那边有。我们上课的那个，好，来你比。对。图书馆。对，那我边健康的学霸，你看学霸已经很厉害了。来，你指定谁？他是谁？等等，你在上过？没关系啊，那你那个没上。好，马玉红来，加油。好，还有这个。这样。这好难，不要啦。
帽。这三哦，礼貌。他的好朋友。找。对。好，范姐说话了。马玉，你要叫谁？然后爸爸叫什么？有个男生也叫，也是马的玉伟。跟刚刚那个有点像，好，但是呢是这样。对哦，公布你妈就对了。啊，你妈？他讲的我不会讲。那个吗？是谁讲这么厉害？你妈？所以有点像妈妈，你要讲的。有点像妈妈。好，来指定下一个。你讲过。来耶，九波九波。还有几张啊？看起来很有，就全部比完就对了。简单。如果在场只有一个人，赢了。老师。阿妈。那么对，太牺牲了啊！指定来啊，那个画什么？第二轮。还没比耶。就爱我，我爱公布了，公布这个，简单吧？中到这个。那就好了。可以来，美豆。哎，我们美豆，啊，不行，老师比了，所以同学看好。来，你指定公布。姐姐。姐姐是谁？我秋瑾，好的。啊，秋瑾高难度的。哦，OK。sorry。那么，因为他们是互点，所以不是掉一个。就嘘嘘。西。另外一个阿努。羊吗？对，鸡鸡。对，老鼠。然后吃羊。门子。我要吃羊。老鼠。我和羊吗？因为我们家有没有会吃老鼠好，会吃羊。好了，那个。阿爸。啊，你厉害！大家全部都卡住。OK， 来，好，来，美酒指定。那也太强了吧！这个人完蛋了。太简单了，再场是。不怀好意。对 ，OK，答对，来，指定。第二轮又完了，还是大家有？没有。哪一行啊？他用美眉，球。球杖。球杖。我会跳到。我不知道怎么念的一个。先度。对，心动，哎。心动。对，他的音跟我不一样，跟没关系。OK， 然后来指定。我这样不能这样讲，我要这样讲。谁？马玉红来。对，两个我厉害啦，厉害啦，马玉红超强的哈。好，马玉红指定。谁没上？那第三轮。好。然后，OK。你气。答对，好，来学霸就是学霸，来学霸来。好，那就学霸来，学霸来。你不要说你最讨厌的地方。最常去的地方。最常去的地方。学校。不是，他是学霸，就是谁讲的？藏文。罗站。对，罗站，对，对，好，来指定。还有。有，还有嘞，还有很多吗？还那么多吗？很多，我玩到4点都玩不完。玩得完，4点。有喵。答对，答对。哎，玩不完总比处罚好吧，对不对？哈。快塞不下了，快塞不下了。好，指定。
敏，答对，你看秋天空就是厉害，秋季就是厉害哈。好，来指令，绘本不像。我看过，球技，你不要看我。球技啊！秋季。我只是看着他而已。怎么又是一样的？不是，刚刚是那个，这个不是，这个纯生。这样。对，来站稳，答对 ，OK。那公布。我只在上右转就是逃避。不，你今天太受欢迎了，真的没地方摆了哈。OK。形容词，来，你看什么？形容词。我们在场都很。我答对。莽风，没错，就是莽风。好，然后那个对，真的，我这个都是考试都会考的。来，宇轩啊。简单吗？我们都是什么？学生，罗马，罗马是地址，那是对，答对，答对，下一个。好。你好像雪飞一样。然后10个里面有9个他点了5。怎样？他点你？我要点你第二次。你要只是穿几次而已。你要跳走路了哈。好，来，这个怎么样？苏罗杰。答对 ，OK， 宇轩，可以点吗？对，好。说他吗？哎，宇轩答对，那很棒，他超给你面子的哈。哇，宇轩，你今天太简单吧？给给，答对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厉害，对，给给，好乖，好来，这答错了，这三而已，来，这三。我在上课啊，我掉了。蒙猪，来，蒙猪，啊，蒙猪要难一点的哈，因为他超学霸。这必考。什么都是。我们都是什么？北方。答对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不是北方哦，是北方。好，来，学霸指定剩2张。哎，把握机会剩最后2张。这个机会。这个真是，形容词，怎么样是形容词？对，我他。当的怎么样？